好高興今日大家一齊見證平安數字銀行嘅揭幕嘅儀式。平安數字銀行將係會以全新嘅面貌出示我哋嘅香港。平安數字銀行開業到而家，始終堅持係以客戶嘅體驗為核心，帶嚟方便、更好用嘅一站式嘅金融服務。今日喺 Ronald 帶領之下，平安數字銀行將會踏上全新嘅里程。平安數字銀行咧，作為平安集團喺香港嘅綜合金融平台之一，擁有集團嘅科技嘅實力同埋綜合金融實力嘅支持。安心在未來在咧，呢個品牌係代表咗我哋團隊嘅使命。我哋堅信銀行服務咧應該做到好用。平安數字銀行咧會繼續以專業嘅態度去服務我哋嘅客戶，帶嚟一個慳水慳力慳時間，成為每一個客戶每一間中小企堅實嘅後盾。